自后2022年6月2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算命先变做牧师。圣经告罗西书第2章20节到第3章第4节。既然恁甲基督做伙死，脱离支配宇宙的灵，那还亲像属即世间的人伫生活。遵守毋通摕、毋通食、毋通摸即款的禁忌。这个不过是人所做的教规甲教示，用了就无路用。拜天使、假谦卑、甲苦楚身躯，看起来若亲像有智慧，其实对控制肉体的情欲拢无路用。既然恁已经甲基督做伙搁活，就着追求天顶的事，伫遐基督坐伫上帝的正边。恁着专心顶面的事，毋是地上的事，因为恁已经死，恁的活命甲基督做伙稳藏伫上帝内面。基督是恁的活命。伊显现的时，恁嘛会甲伊做伙显现，来分享伊的荣耀。有人去伫哥罗西教会，鼓吹一种混合禁欲主义的敬虔。对伫安尼，保罗提醒：拜天使、假谦卑、甲苦楚身躯，看起来若亲像有智慧，其实对控制肉体的情欲拢无路用。因掠做追求苦行、自我克制，也是害头放心敬拜的神秘经验，就是敬虔。保罗认为，因的错误在伫因掠做靠着苦行，就通搁较接近上帝。实际上，煞互因错过耶稣基督所带来的丰富。因崇拜天使，煞袂记得天使也是受造物。耶稣基督已经搁活，灵界拢伫伊的管辖，就亲像日头已经正到，因还留踮伫阴影内。只要还留踮伫阴影内，凡事就会充满着禁忌，毋通食、毋通担，甚至连摸也毋通。学者认为，这个禁令所反映的是一种无合理的禁欲主义。咱受呼召洗礼时有甲基督同死即款的觉悟，毋过搁较要紧的是，爱甲基督同搁活。既然恁已经甲基督做伙搁活，就着追求天顶的事，伫遐基督坐伫上帝的正边。保罗讲天顶的事，是指用基督做中心的信仰甲生活，毋是出世避俗，毋通搁互邪神俘虏，反倒转着应邀去分享主已经得胜的新生命。这个新生命是甲基督做伙伫天父上帝内面，因为伊一切的丰盛拢伫基督的内面，所以当基督搁再临的时，遐会活出基督生命的信徒，要甲伊同齐伫阳光中显现。当叶明翰的老母腹肚底有生的时，伊的兄哥甲阿姊3连续过身。伊出世的时，许多人找算命先甲伊号名，算8字，认定伊命底硬，会克爸克母克兄弟克姊妹克某克囝。后来
老母阁生2个小弟、2个小妹，也拢无活落来。伫伊10岁的时，老爸罹患胃癌，5年来为着治疗差不多散尽家伙，落尾也病逝。叶明翰对安尼意识到家己是客星，为着脱离命运枷锁，拜师学艺，认真研究命理。几年来，成做有名的算命先。无拍算，10岁以的算命先雄雄过身去。伊正明白，甲人算命看起来哪准知影一切，其实也无法度改变家己的命运。后来伊治着胃病，心内想讲只有死才会当解脱。当伊准备自杀的时，上帝亲自向伊显现，对伊讲话。迄时，困縛伊的气力即时消失，伊内心的重担甲压力全部得到透放。叶明翰后来受上帝呼召，进入神学院，算命先变牧师。原本人生是充满着禁忌甲苦毒的刻星，因为上帝的恩典甲怜悯，变成带祝福予人的牧师。伊甲过去个人的经验写做文字甲演讲见证，直到人生的尽尾，伊真正活出无受禁忌捆绑，甲主做伙搁活的人生。默想，我敢有靠主得胜的新生命？我敢有靠主得胜的新生命？我安怎甲人分享这个新生命？我安怎甲人分享这个新生命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求你互我看到你奇妙的作为，互我听到你美妙的话语，互我勇敢向人见证，遐会发生伫我生命的奇妙恩典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